这个有可能当现在比较这样。我看人家做啊，我看人家做。哦，对，我人家做啊，跟你家。要搞车啊！你刚才打半钟，啊老婆要聊半钟，我再打人家做啊。哦，今年可能无机会啊。今年佫无地方是安怎贡献？或者你讲迄，你讲迄party的时候，就是人家结果阮查囝讲要用讲，对无？结果来个走去讲嘛。你袂记你是啥吗？袂记你啊，啊到尾也在吃。我，那个我妈食黑黑。用袂记口罩。你这是11个。对，那12出来呢？对啊。12公就坐迄个什么，跟中国有关系的呢？我最近看人在下打了讲，你若要12人休息者安尼，个定位下拢跟中国有联系。定位。那都写什么？军民怎么样那一种东西。这个不买会可以删掉吗？I don't know， 是内建的。对不对你？我这就真好用啊。对啊，我想讲人我的嘛就好用的哦。这个用12所有的资讯都不用透过那个，就直接。不用偷就直接进去了。啊，有上面资讯啊？难道那个 Apple Pay 他直接就拿去吗？你勒索啊！你转账的，对啊，人工那种价值。你迄去了绕河我靠行行嘞。啊？这道理还对。啊，那个衣啊吼，应该叫刷者，刷进那个用啊，你只刀啊，小可较广门边那个有啥？那如果直接放在刀啊上面呢？我说我就爱就是要什么路用来，看水。最好啊，数位化了，你看，要准备做伊也无个，那你这要袂当。会当用迄个无线的，有迄个无线的，当打者投射机啊就会使。因为哈，免这样子，啊，你就用这个机啊。拒绝来。我意思了哈，那个人家啊，对吧？然后活动去了，咱用其他做两个方案呢，然后你过来。伤低啦，你若有人徛起来，人较济时阵吼，你就会遮到啦。那个。我那里橡皮泥啊。好的。要的。那呢？咱头壳个一台3台。啊，该做咱就来快。你就要3台，他不知道他后。这就很容易。
对啊对啊，起码上面4K 哦，这几 K 哦。哦，就是安尼。你要吃点。哈哈哈哈哈。阿公，就阿公黄啊，我拢是差不多啊。那个叫。我今日看你若怪怪，我无看，所以我爱用语言，看别人看两个今日看。对啊，昨去药啊去背啊，对，昨天有去跟医生那个 appointment。啊，嘛无法度啊！我讲实，我伫遐咧互医生点走，我就是讲，咱感觉恐怖，啊，医生较可怜啊。人来客去，伊也毋知影啥物人有啊，伊嘛是安尼着，嘿。伊是惯了无吼，你若会透气吼，绝对有对身体。到处卖广场的啊。卖大钱，所有人都卖钱要卖到钱，而且第三个味道。对啊，精神病院的地方。自杀率很高。我那个家暴。家暴。我是嫌真正咧，即阵有几对翁仔某，少年翁仔某来找我咧写婚姻协谈。招东西有招。伊跟我无共的哦。迄嘛袂啦，迄人别人的教会，咱拢免去插啊。这教会我东西有教。迄种教会袂迄种啊，变像迄个要甲西教会，拢嘛来迄个吸引啊，就走啊。哦。今晚我在直播了。对啊，就啥呢？就比。你听我，点就好。相信第一条开始。我即摆来今都大都无哪里。应该无啥哩。我爸早上去了。是不是王力？王力。你们指定。他说什么？我就是我王力。高兴专业了。像。141。点歌啊。
点歌哦。140年吼。我给。这里面混尿啊，这里面混尿。遗留最爱吗？还有无？还要帮忙呢。会更加啊？哎，不是，看更加加。这不是，这个，对，安尼来起来。哎，他的干嘛？哦，对。我没有穿。哇，是哦。还够吗？我天天先进去，但回又变。关小弟哦，很少，那底下经济可以比较，我话317啊。他跟就是无，啊，我那是讲那是以下，安尼啦吼，这是 Margaret Ball 那个，这是看因台湾的广告师，啊伊，我讲给他们 make sure 给咱广告师，啊伊的介绍，伊的查某囝吼。我年啦吼，我因为台南新阿姨，啊个新阿姨做老师，啊因过来，因个自过来过来，
都我唔知道呢，我一个神啊，我真係唔知嘢嚟。不過寫迄個以來故事個出名，我有想看，哦，睇咗你大概是12年，伊個在這種主辦的，表示上網報這種就叫台灣島，灣島，伊個對我哋說台灣島比較灣島的吼，伊個比較較係當紅的，可能期待啊，要咧，是要咧，要快要咧，一個我我覺電腦嘅都迄個波波，還是我講迄個波波，那是老師的老師，我是阮老爸那迄個是哪一個老師啦？伊是作詞啦，伊作詞，正便是作詞。我好时间到哈，各位在平安。咱这是要咧拜前，咱做来人生的祈祷，特别来先。万国人天父上帝，阮谦卑来到你面前，就是要阮让你姊妹做伙来敬拜你。特别上帝，阮伫过去用7、8個月時間，阮大日攏你着做看個保守，阮有平安過日子。要上帝，阮逐日听遐烦恼中间，阮做了看个保守，总是阮爱信任，阮常常也会互惊吓，也是才会怀疑，阮依靠来影响阮，控制阮的生活。点彩，阮啊，伫阮的惊吓中，阮也受到魔鬼刺激。点彩有个人会来讲，怀疑这病情，点是主你做正的，主啊，求你赦免阮，赦免阮的愚妄，阮知。这瘟疫也毋是你做正的，因为上帝遮尔疼世间人，就将伊独生囝赏赐予世间，也互见人、正义的人为沉沦，当得到永远我。主啊，阮需要用你令阮的罪，请求主大大的赦免阮一切的罪过，尤其来拍除阮的。阮的生命中所有这个惊吓的关系，主要帮助阮会当记得圣经所教示的点伫器官的所在，伊是我得胜的所在，是我的上帝，我是我靠的。主啊，求你将你的信心伫阮中间，阮整个地地带领今日的敬拜。直到到位，主的欢喜，求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
恁着用摇号我唱新的歌，全地拢着用摇号我唱歌，着用摇号我唱歌，作写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咱做个吟诗，学了上帝圣诗圣诗27首，上帝最愿代代帮赞。第5章。做了用新的革命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改变。
你的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是大的，也是后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我，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条了解是全法，感谢你的总我用心的改变予你，就是应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着三边三听，你着三听，正人要对那你知，你是我是阿姐。咱来用启用文15篇，就是4篇，15篇，咱做来启用。启文15篇，上帝啊，伊世间有人何乐地听候你？听人祈祷的主啊，罪恶较赢我。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心满意足。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上帝和伊的水满满。你管压残横，满伊的高收平伊的灵。用所发生的历史。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冕旒。地伫旷野的草坡。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角用五角做满来扛。是声，对，接续来看今仔日圣经在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2章第15节到22节，马太福音22、15节到22节。彼时，法利赛人去参详，看通怎样，就伊的话来斗伊，就找印下先甲希律党就问伊讲：先生啊，阮知你是真实，佮用真实将上帝的路教示人，你也无掠什么人最要紧，因为你无看人的外貌。纳税互该撒合宜啊无？你拍算怎样？请甲阮讲。耶稣知因的歹，就讲：假好的人啊，啥事试我？用纳税的囡仔互我看，因就摕一个囡仔互伊。耶稣甲因讲：这个伤到好是治罪。甲伊讲该撒，伊就甲因讲：安尼恁就将该撒的物纳互该撒，将上帝的物纳互上帝。因听去就奇怪，离开伊去。马太福音22章主节，法利赛人出去彼此商议要怎样从耶稣的话找把柄来陷害他。他们差派自己的徒弟会同虚利党徒去见耶稣，问他：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不管人怎么想，你总是忠实的把上帝的道教导人，因为你不看情面。请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向罗马皇帝凯撒纳税是否违背我们的法律呢？耶稣知道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为什么想陷害我？拿一个纳税用的银币给我看吧。他们给他一个银币。耶稣问他们：
这上面的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回答是凯撒的。于是耶稣对他们说：“那么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他们听见这话，十分惊讶，就离开他走了。感谢上帝是我们的位，就是请李老师突然记得，原来有敬德。咱做来祈祷。主，听台湾天父，感谢你的恩典，阮会通搁一届进入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也看见伫无共款的国家所在，疫情的情景真无共款，有诶受着控制，有诶还搁伫咧真严重的情形的下面。阮恳求主你的恩典，甲所有的人三甲地地。也互阮透过自我的防疫，尊重别人，也保护家己，会通互即个疫情伫逐个努力的下面来得到控制。伫即几工的天气凉爽，昨暝真意外，好的雨。阮感谢你怜悯看顾阮即个土地的需要。阮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家己伫。无论是伫加州、伫美国，还是伫全世界的人，主阮也要为着周牧师因的家庭，你赏赐因一个新的生命伫因中间，阮来献上感谢。因今仔日无法度甲阮做伙做礼拜，求主你来看顾因，无论因出因入，拢有主你的保守。也为着平平节伫22号要得转去台湾5个月时间。求主你保守伊，无论是即个quarantine的即个期间，或者是伫台湾的生活出入，拢有注意特别的稳定。也将阮兄弟姊妹中间身体欠安的心灵软弱的，拢交托伫你手中，因为你是阮唯一的主，唯一的倚靠。愿就倚靠你，才会当赢过阮心内的境。愿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伫手中，主你亲自甲阮三甲对地。互阮会通真正明白你的教示，伊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上帝归乎上帝啦，吼，即句话也是讲即段经文，其实咱应该拢真熟吼，咱伫教会的成长的中间，时常拢听到即句话吼。伫无偌久之前，我的Facebook 顶悬有因为台湾一寡长官最近讲的话，也有引起一寡讨论啦吼。然后我伫某信中间有甲咱三个分享，有一个简称叫做台教会的发表记者会，就讲即款的人吼，咱无需要搁一个月互伊要甲20万台票的即个退休金啦吼，等等这样的代志。然后就有人跳出来，就咧讲。阮教会拢莫讲政治啦，即句话其实互我伫咧准备即个拜讲道中间，搁一摆来思考啦。咱真侪时阵有人会安尼甲咱讲，基督徒吼毋通讲政治啦。但是我等下会甲咱来分享，什么叫做宗教，也是信仰，什么叫做政治咱对安尼概念开始来引入来，今仔耶稣基督所咧讲。的代志，那照今仔日的经文的主题，耶稣是摕迄个罗马的字，但是我即摆摕的即个是犹太人伫罗马时代伫圣殿内底奉献的铜钱啊。你注意来听吼，我已经讲2种无共款的字。为什么今仔日的经文，也是讲当初是耶稣？甲这法利赛人咧交往的中间，会发生即种的代志，会去讲出该杀的归该杀，上帝归上帝。伊有伊真重要的政治背景、社会背景、宗教背景。你主要看耶稣有咧讲政治无？有吼，因为你咧讲正人的代志的时阵，你袂当无讲政治，因为政治，比如讲，咱知影最近中共对即个基督教教会，甚至毋是干那基督教教会尔。有真侪其他民间宗教真传统，咱讲中国的传统宗教，迄边仔伊拢甲毁掉啊。宗教袂当脱离
政治啊，因为含咱喘气拢政治拢管会到，对不对？有对不对？你要刮喙炎无？这政治咧决定的，毋是宗教咧决定的，对不对？所以真侪时阵，咱无法度甲这物件分开。但是咱要爱来思考是讲，正着安尼，咱诚做一个基督徒对伫社会耶稣咧甲咱讲的看法是啥物？当作是铜钱啊，是讲通行的钱，毋是干那两种尔定。大希律往往发行伊家己的钱啊，为虾米要发行伊家己的钱？迄阵啊，无有迄种中央银行的概念啊。我统管这块土地，我发行我的钱，为虾米？扣税扣我的所以伫当初是其实伫迄个钱顶悬来讲，钱币顶悬、汇率顶悬币值的迄个汇率啊，是讲迄种无共款的钱有介济啦其实即摆全世界嘛介济无共款的钱的制度咱大家知影。该撒阿哥士多伊有家己的铜像，伊有家己的钱，这是耶稣今仔日叫法利赛人客互伊看的物件啦所以这段的经文咱拢真熟，法利赛人因出伫歹意思所以因伫遐，你注意来看今仔的经文我感觉有一寡互咱提醒的物件，因安怎甲耶稣讲？伊讲。先生啊，我知你是真实，要用真实将上帝的路教示人。听起来个像咧学咧，我用中文头你听啦伊讲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人，不管怎么想，你总是忠实的把上帝的道教导。听起来是学咧对无？其实是咧甲安那放一个陷阱伫遐，要甲害。所以你毋通。听到讲比如讲今仔日牧师无伫个，咱聘请一个其他牧师来，礼拜三你来讲，牧师你讲了足好诶，你毋通安尼甲讲，牧师袂爱听安尼啦。你爱甲伊讲我伫倒位得到帮助，得到提醒，讲了足好诶，到底有倒位好？对你有帮助无？迄较重要啦。但是法利赛人对耶稣诶教示打算去。伊毋是介了耶稣咧教是啥诶，伊只不过用这出伫歹意，要来甲耶稣试探。所以法利赛人基本上是一群假冒伪善、假做真虔诚诶人，因想要借着耶稣，还是讲借着耶稣诶教示，借着一寡问题来陷害啦来挑战耶稣。今仔日。经文记载，互咱来看见思考着罗马帝国这个纳税的问题。其实纳税的问题，毋是今仔这段经文伊福音书有足侪甲纳税有关系的代志。我连伊小可甲几个角度来甲大家三角讲耶稣基督讲一句话，这句话是名言，讲该撒的归互该撒，上帝。台语是讲纳互上帝啦归互上帝中文是讲归给上帝所以这个该撒的归该撒，上帝归上帝。我拄则咧讲迄个伫 Facebook 人甲我回应，伊讲毋茫教会莫去讲政治的代志，这是一个真严重的错误的引用啦其实耶稣并无讲迄个该撒的归该撒咱莫去讲该撒的代志伊是讲你这两项代志拢爱做，该撒的归该撒，上帝归互上帝，这是毋是 either or 是 and， 你两个代志拢爱做的代志，毋是讲甲切两开，教会来管家己的代志其实毋是安尼。有真侪人用一句话咧讲教会，也是基督徒袂当讲政治的时阵，伊感觉讲你若管政治就是无属灵啦。无虔诚啦是即句话基本上安尼引用是足大的错误耶稣基督真正的教导是啥物货？到底教会是啥物货？政治是啥物货？这是咱今仔日需要先来思考的一个前提一个前提。好，
咱前礼拜有讲到即个真侪人讲，即摆世界宗教遮尔济啊吼，用罗马咧讲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逐个宗教拢会当得救吼。这当然是异端啦、错误啦吼。但是也要用安尼概念来甲咱来讲，就是讲嘛，因为安尼真通讲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信仰，吼。老师真肯定要来讲，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信仰，但是我要看这个信仰，毋是宗教信仰，是伊家己所相信的物件。你家己绝对有家己的信仰，无论你有相信上帝无，还是有相信佛无，还是你是所谓的无神主义，你拢有家己的信仰伫咧。这个概念来讲啦，吼。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信仰，可能大家无认同，因为有人讲，拄则我讲的吼，无共款的宗教啦，也是讲迄个无神主义的人啦，吼，无神论的人啦，吼，等等的。咱来看啦，吼，伫这个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伊会做对宗教的解说啦，吼，伊讲是人甲上帝，还讲这个咱讲神明这中间。也是讲超自然的这物件，这中间一个啥媒介一个媒介一个媒介，意思就讲人甲这个超越人的物件，咱咧讲灵界也好啊，等等这一种的媒介，包括个人的行为，就是讲甲生活有关系啦，意思是安尼吼。透过一寡仪式、价值观等等遮个来做遮个物件，所以人甲正人的代志，宗教本身是安尼社会团体等等的形式，所以人是真重要的元素，人甲迄个生命的中间，宗教伊用迄个人类学家的话安尼来讲是讲。会通讲是一种人文科学中间包括全部的生存之道啦。什么叫包括全部？比如讲，咱举例来讲，民间宗教今仔日要开车出去，好行好，就要两种可能性会当做，一种是黄道子迄个黄历的谱摕来看，今仔日是凶还是吉，诸事皆宜还是诸事皆不宜。无就爱跋杯，这民间宗教做法，什么代志拢会当安尼做啦。含你的囡仔，我有朋友阿老某拢读到博士爱囡仔生落来去互迄个相命生，好命啊！相命生学历什么学历？我想咱拢知影。博士呢，无一定啦伊的什么生活拢会当甲这有关系啦这是一般传统的宗教。拄则牧师咧讲无神论的人，伊有伊家己的信仰，伊的信仰是啥？我相信这个世间无神明，伊有家己的相信伫个，伊真坚持，伊的无有上帝，人做主体这种的信仰，是伊无法度摕掉的偶像。你注意来看伊无法度摕掉的偶像，甚至你也讲伊破病，就无法度有人去甲推祈祷，医生讲无法度的时阵，伊得到以后，伊嘛讲无上帝，这自然的代志。伊有伊家己的信仰，伊认为所有的生命拢是人创造出来，这世间只有人而已。伫集权统治的人民内底，因有家己的信仰，什么信仰？政治，政治是安怎？现在伫中共，伊要来甲遮个礼拜堂、庙寺、佛像拢总毁掉，因为遐个物件会取代着因对政治领袖的安怎崇拜地位，所以因要爱因来敬拜。比如讲，咱讲啥物人？圣经内底有但以理对无？但以理因受了后，伊毋是用一个皇帝的像吗？你若是尊敬这个皇帝，你就要伊落拜，这叫做集权中间的迄个政治信仰政治信仰。所以政治家咧教育因讲什么会通相信，什么人你爱去拜，这个是伫
咱咧讲集权统治中间诶人民啦吼，啊，这过去咱拢知影，哦，咱逐世纪拢有即种伤，啊，去个有我看介济吼，特别是民间宗教诶人吼，经过遐啊，着甲禁议者，较离开。咱莫讲这啦，含迄个我迄阵啊伫鹿港教会咧牧会诶时阵吼，有迄民间宗教行过教会吼，啊，着外头我干闪边啊，因为安那，伊着对礼拜堂安尼禁议者，啊，佮手佮举起来。因为我毋是偶像，希特勒咧，你若看到希特勒手无举安尼吼，啊，你连面就变掠去啊！这是政治人物的崇拜，哦，伫集权的内底，哦，你看后壁遐个查某囡仔，看到伊拢哭甲安尼吼，足感动的安尼，哦，啊，这是咱知影中共伫政治站啊，甲十字架下边啊，放两张图啦吼。习近平想要甲毛泽东同款的地位安尼。好，咱进入伫政治啦，政治到底是啥物货？伫人类的社会学来讲，政治是人伫社会生存中间一个真重要的现象。意思讲，简单来讲，政治叫做正人的代志。咧管正人的代志，啥物叫政治？今仔日咱的油要起价无？啊，政府爱稳准嘛，虽然是自由市场，吼，自由市场，咱有机会伫迄个高速公路边仔行，你会发现讲吼，高速公路边仔的加油站吼，通常拢较贵，观光地区的佫较贵，吼，观光地区较贵，迄自由市场，但是这嘛爱政治来稳准，包括加州的油的税金是比目州佫较贵，比如咱即马食可能你去 Costco 加一交轮3块几。阮囝伫顶无遐吼，减咱1箍，印第安纳减要到2箍，因为咱税金家己来，啊，这甲政治有关的，这甲政治绝对有关，是正人的代志吼，是正当的代志。所以社会现象非常复杂，所以爱用政治的手段，用民主的制度来去管理，无包括足侪啦，文化啦、语言啦、科学啦，比如讲咱的疫苗要发展出来，你讲迄甲科学家有关的。还是甲政治，疫苗当时要出来，甲政治拢有关系吼。政治的内涵是针对这个社会一直咧变化，这中间嘛一直咧变化，当然有足侪的争论啦，无共款的政党啦，啊无共款的想法啦，有足侪的论争伫迄个内底，但是还脱袂开人的生活吼。我想这个甲咱，互咱知影，既然宗教嘛是咧管正人的代志。政治佫较是，即摆政治是化宗教的，所以逐个宗教拢伊咧管，咱无法度无去关心着即个部分吼。来，伫圣经中间今仔日讲着纳税概念啦。咱知影伫耶稣基督的时代的迄个统治者是罗马政府，所以基本上这被统治者都有纳税有义务，吼，有纳税义务。咱所知影一个抽象的，啊，咱讲税率啦吼，抽象的，迄个埃亚撒该，伊讲我若有骗人吼，要限人几倍，足好趁的，伊要限人4倍，意思是讲，古早的即个税务制度吼是安尼啦，毋是讲中央政府，也是讲联邦政府规定。这部分归伫联邦，这部分归伫州的，啊，大概几趴，大家去公道，迄落有法去规定无，是安尼。比如讲，耶稣出世的时阵，发生一个代志，叫做报户口做假假。为什么？就是希律王要来巴结罗马皇帝，讲，哦，我即摆要统计人员吼，我有偌济人，我要缴偌济税互你，用安尼做凭据。所以有足侪人，迄个202012拄结束的迄个 census， 无啥敢做。哦，迄做是毋是咧甲我做抽税的即个军旗安尼吼？咱有迄种概念吼，迄种印象。所以罗马政府用即种人口的统计了后，去讲好，即个城我大概要收10万美金，才解出来啊。甲其他的扣税就伫遐讲吼，后咱来标。咱来标，好10万美金，啊，就开始趁安尼，
有人读12万，有人读10几万，可能设计较有钱，讲我用20万我标落来，你拢莫甲我去争啊！我说有人有我的法度，但是伊拢总甲以色列百姓收偌济，上计无4倍嘛，咱听伊讲的吼，80万，安尼概念，我毋知咱有了解无？当初时的扣税的制度是安尼来，所以以色列人对这个扣税的抽用的安那，切到要害。毋但是讲因吃里扒外欺负以色列人，去巴结罗马政府尔，佮欺负家己的人，这是因当初时，所以犹太人对这扣税的人吼，足无好感吼，足无好感。所以咱大概知影因有遮个背景啦吼。我一个一个来甲咱讲啦吼。当然，每一个统治者政府，伊拢爱借着扣税来，互伊的政府体制来营运。伊古早嘛安尼，皇帝的需要、军队的需要，拢对扣税啦，吼，这咱知影吼。所以咱你看伫讲古早有遮个钱，铜钱啊，有该杀的吼，这该杀的。阿古士多的，咱拄则讲着这个有该杀的，这个是迄个希律的吼，这个是要缴钱的吼，要缴互这个就是意思是讲耶稣甲法利赛人咧讲话中间。因所摕出来，可能是这两个钱啦，可能是这两个钱。以色列人真毋甘心纳税互罗马政府，当然无人愿意嘛吼。咱若讲有一个政府讲吼，我若做总统，拢总免税，咱绝对拢出投互伊，敢毋是安尼？吼，足侪人拢无爱纳税啊吼，但是你也知影政府要营运要安怎来？所以因为安尼的背景，安尼缘故。扣税伫以色列人的心肝内底，认为因是罪人，因是欺负以色列上帝的选民，去纳税互对敌。更较严重，对宗教观念来讲，罗马政府是啥外邦呢？所以因感觉讲因是罪人啦，吼。所以咱来看《路加福音》19章，我拄则讲到这个吼，这个扣税吼。大概伊真有钱，咱主要看吼，爱想要看耶稣。然后耶稣甲讲吼，你倒来，我今要带恁兜。其他人讲啦，这个人竟然去罪人的厝里做人客，这真清楚。伫以色列百姓的眼中来讲，这是罪人啊。意思就是讲，纳税互罗马政府对因来讲是毋对的代志。好，即摆搁另外一个背景。为什么当初是有遐尼济无共款的钱哈？有该杀阿古士多的，有这个希律的拄开始时我用一张图讲，迄是犹太人伫圣殿内底奉献的钱，无共款的以色列人无爱用罗马政府的铜钱放伫教会内。以色列人无爱用罗马政府的铜钱放伫圣殿内底做奉献，所以因家己有因家己的钱要流通，特别是伫圣殿内底。所以因去到伫圣殿的时阵，比如讲，今仔日咱礼拜堂只有收台湾钱，咱拢伫外口拢用美金嘛，你来遮要安怎？我无台湾钱呢？咱就爱换钱啊，做 exchange 的柜台挂一块牌才换即摆台湾台票较悬1箍去换31箍几对吧？伫遮我牧师坐喺门口，歹势，牧师换钱敢无好势，我派一个人去40箍才换你1箍美金，我要趁钱，要趁钱安尼安尼来，咱来看耶稣清去圣殿的代志，咱来记。为什么有会发生这种代志？因为因伫圣殿内底利用人需要换钱去敬拜上帝，伫遐耶稣讲：恁甲这基督的殿当作贼收，意思因甲撒该同款，因无照实来甲人换，因伫遐换较侪钱，伫遐趁钱。伫遐卖动物，人要献祭，
伊卖较贵，病院附近的卖火是毋是卖较贵？啊，因共款从古早就安尼做吼。所以耶稣迁去即个圣殿，因为因伫遐欺负人吼。所以耶稣尾啊讲一句话，就将该撒的归互该撒，将上帝的物归纳互上帝。所以该撒的归互该撒，上帝归互上帝，这是真清楚的代志。咱基督徒爱纳税无？若今仔日有倒一个牧师甲你讲吼，无论什么人当选，咱拢毋免纳税。咱可能选迄个牧师，毋是选迄总统啊。啊，这个牧师有犯罪无？法利赛人就是利用这点要来试探耶稣。一个宗教的领袖，你的教导真好，所以我甲你问，耶稣若讲吼，纳互该撒是应该，安尼伊得罪上帝。耶稣若讲吼，咱是上帝百姓，毋免纳互该撒，安尼样啊，得罪皇帝。这是因的陷阱啦吼。所以耶稣伫遐真清楚叫因摕钱仔来，讲这个人是这个商是啥物人的？伊讲是该撒的。啊，当然真清楚，既然是该撒的，你就是纳无该撒。但是耶稣有背后多一句话讲，上帝归互上帝。你两个责任拢爱负担，来去负担。你爱针对政治顶悬的要求，你嘛爱负迄个伫信仰顶悬上帝予咱的。所以耶稣伫遮无摄落去迄个法利赛人咧讲的吼，伊无讲啊，你袂当纳互即个罗马皇帝，也是讲你毋免纳税了，你就免去奉献啦。伊无安尼讲吼，伊甲咱讲真清楚，这两项代志爱共款做。基督徒应该爱关心社会，咱讲政治啦。基督徒更较爱关心安那，咱的教会。顶悬的叫做该撒的归互该撒，下面的叫做上帝归互上帝。但是对政治来讲，政治管所有的宗教；对信仰来讲，咱是咧关心超过政治的范畴，甚至政治做袂到的。咱颠倒爱更较侪关心，所以耶稣同咱讲啥？我来是为着遐个破病甲有罪的人，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也互阮会通来伫耶稣基督所讲的即句话来得到反省甲提醒。主求你帮助阮。因为你嘛透过使徒保罗伫提摩太前书2章来考劝基督徒讲，阮着爱为着遮个君王甲在位的人祈祷。伫信仰，阮无法度脱离社会甲政治，阮更较需要更较积极来关心、来了解、来帮助。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明白你的教示，啊，毋但安尼会通更较济。更较愿意伫生活顶悬来实践你互阮的教导甲提醒。啊，主，阮感谢你的恩典，让阮拄着济济的艰难的中间，继续伫遮来追求这个信仰。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恳求你施落你的恩典，啊，互你伫阮美国的选举的中间，你来掌权，来互阮选出一个。伫你生意中间，未来14年中间，会通好好啊带领美国的领袖。哎呀，互阮会通有一个好领导者来帮助阮，互阮伫即个面对疫情的时阵，无论伫防疫，也是即个疫苗的发展，拢有助你更较济的稳定。阮伫你面前谦卑祈祷，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李牧师，这是做我来念圣诗317首，你若欠过真失望，317首，咱做为上帝。
OK，咱来放下。再来感谢祈祷，另外特别上台湾感谢你，可能一直得到主照顾与保守，大家人大家拢爱操作，要来提高阮的免疫力为着抵抗这病菌，特别上台湾长阮杨德富到了，可能阮的生命中，阮的提高阮的免疫力，当然来抵抗这魔鬼，阮这个 virus。袂上帝，阮只有日日要研读圣经，祈祷，还要灵修，来提高咱每一人的免疫力。袂上帝，阮感谢你，你使阮一条路活命，又使阮有愿望，当阮得到喜乐又平安，愿帮助阮，也我愿意将阮家己来献互你。在阮日日的生活中，凡事拢会当信靠你，咱在你的听内面，真心的服侍你，做主会见证，来荣耀你的名。
我哋祈禱一切，我是靠主耶穌基督聖名來求，阿門。多謝，這樣牧師嚟接咗報告。好，咱有一寡所在有较稳定啦吼，我进前几工有互咱分享，就是有诶感觉关有几工就无即个死亡诶病例啦吼，即个洛杉矶嘛慢慢在稳定诶中间，但是咱知影有一寡国家一寡其他所在还佫真严重吼，前几工我甲校花伊诶同工咧通电话，伊就咧讲因遐严重甲吼，迄个差不多爱等因诶所有诶餐厅拢总倒了了，无法度营业吼，太久诶时间啦吼。咱随时爱佫保持即个警觉啦吼。有知影真侪大学生，这疫情又佫举起来吼，因为开学了后，学生伫即个疫情诶注重诶迄个比率无介悬吼，这拢会影响。所以请咱家己爱保护啦吼。好，咱的平平节要对22号凌晨吼，要转去台湾吼，2个半月时间吼，安尼吼，咱为着伊祈祷嘛，为着自身祈祷啦吼，爱改一下呢，你若有需要吼，嘿，无怪恁进前要一个冷冻库啦，哎哟，我知影，OK， 好，周牧师今日就甲我讲。讲伊今仔日无方便来聚会吼，咱恭喜因啦吼，因新妇早产吼，即马平安，但是囡仔还佫伫即个病院吼，咱为着即个家庭，咱恭喜因啦，继续为因祈祷，特别为着即个早产的囡仔吼，早产囡仔毋是单单讲处保温箱出病就无代志啊，其实早产的囡仔特别歹顾吼，咱为着因这家庭好吼。好，我佫提醒我诶手机拢关起来吼，因为我较袂受到干扰，佫我爱伫遐迄个摄影吼。好，同款啦，咱两个方式拢有用啦吼。好，咱若准无方便来到教会，请甲即个支票寄来伫教会吼，咱会当来做伙处理安尼吼。拜五即个早起吼，咱会记得改做7点半吼。咱请用读这个《使徒行传》16章来准备吼。好，前礼拜出席20个人，网络财经10个人，贡献有436块后礼拜这个礼拜的资料伫遮吼。牧师娘，你后礼拜聚会 OK 吗？后礼拜聚会 OK 吗 ？OK， 好，有问题随时甲我讲，好。OK， 多谢。咱做了，今仔日的金句是诗篇99篇第9节，恁要尊重耶和華咱的上帝，以伊的聖山規範。因為咱的上帝耶和華是至聖，那個一擺，你要尊重耶和華咱的上帝，以伊的聖山規範。因為咱的上帝耶和華是至聖，詩篇第9節，咱來唱吟上人嘅詩510首，然後請你牧師祝禱。
慈悲，听从咱的上帝将伊圣神的看顾赏赐伫咱的中间，互咱伫面对疫情的中间，会通有健康，也有喜乐的心。愿主的平安，甲咱三甲地地对即贴到永世大保证。阿免。请坐别倒。好，咱今日礼拜到这，咱会当来开咱的声音，我来甲PowerPoint甲 Live Stream 关起来。